想為何我比空氣更低下？但我如塵埃，它閃似煙花。今日最特別嘅就係咧，落大雨啦，但係咧，我覺得大家都好熱情，好 warm。咁同埋我覺得今次呢度喺家鄉市集咧表演咧，嗰個感到人情味嘅濃厚度更加高。大家好似因為嚟到咧會有嘢食啦，會有買到自己一啲中意食嘅食品啊，好多可能係嚟自唔同嘅地方嘅食物都有。咁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交流活動咁樣。我自己而家忍唔住我都想出去行下嚟㗎。咁因為其實咧，我好大部分嘅屋企人咧都係喺內地生活嘅。咁其實我哋好掛住咧一啲內地嘅食品嘅，即係例如可能有我自己嘅家鄉啦，有武漢嘅熱乾麵啦，新會有陳皮啦，呢啲種種所有嘅嘢咧，其實喺呢度可能有好多嘅內地嘅食品咧，可以俾好多鄉親父老有一個即係回味啊。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香港好重要嘅一個元素。咁希望大家可以嚟支持下，一齊食下嘢咁咧。家鄉情、家鄉味、家鄉市集靚靚正，維園一定嚟。